道薄扶林水塘道嘅巴士站。咁啊，途經巴士咧就有以下呢啲啊。咁我而家行翻轉頭，呢個方向咧就去翻瑪麗醫院嘅，嗰個方向咧就繼續去香港仔。咁而家我就走入薄扶林水塘道，喺呢度開始啦。大家好啊！因為剛才咧喺薄扶林道出邊咧啲車聲都幾嘈啊，所以我行入少少咧，先至講解我今日嘅行程。今日我打算咧就由呢度出發啦，就係想繞走香港島呢邊嘅水塘。首先第一個經過嘅咧就會係薄扶林水塘啦，咁然之後就會去香港仔上下水塘。咁估計咧今日我會行到去黃泥涌水塘嗰度啦。好啦，咁而家咧就睇睇時間先啦，8點22分。好，咁啊初會走一段斜路上去嘅。咁其實走咗大約200米到嘅啫嚇，就已經進入薄扶林水塘嘅範圍啦。嗰邊睇到咧有啲鐵絲網嘅咧，其實就係嗰條堤壩嚟嘅。咁啊，可惜咧就有個閘咧攔住，唔可以走入去啊。咁呢個就係嗰個水塘嘅堤壩啦。薄扶林水塘咧係香港最早建成嘅水塘啊，應該係1863年落成嘅，香港第一個水塘啦。所有呢啲咁樣嘅建築咧，已經列咗做法定古蹟㗎啦。香港第一個水塘啊！上次我拍攝嗰條片咧，環繞萬宜水庫走一圈啦。萬宜水庫係香港最後建成嘅水塘啦，1978年，亦都係香港最大嘅水塘啦。而薄扶林水塘咧，唔係最細啊，佢係香港第一個建成嘅水塘，1863年。好啦，繼續向前行，會過呢個閘先。有需要咧，可以喺度解決一下先啦。走咗400米到嘅啫。嗰啲嘅屋苑應該就係置富花園啦。上邊嗰個係奇力山啊。咁嗰度咧隱約就見到山頂嗰個凌霄閣啦。今日都屬於熱嘅啦，現在都有26度啊！應該最高氣温咧可能去到29度今日。暫時咧開頭呢段路都好輕鬆，好易行。樹蔭唔少啦，而且係比較平緩嘅一段啦。海拔維持喺咧大約172米。去到前面呢個彎位咧，開始就要上斜嘅，走咗大約900米度。咁開始咧要有一段嘅攀升啊。個斜路我哋走到呢一度啊，總共走咗1.2公里多啲嚇，即係呢條斜路咧300米度。如果繼續行咧，可以上山頂，而亦即係港島徑嘅逆行方向嚟嘅。呢邊逆行咧係會走返港島徑第一段。咁現在咧我就要喺呢邊入去咧，進入港島徑第2段，就會向貝璐道嘅方向啊。置富花園嘅方向。今日我嘅路線呢，都係以港島徑為骨幹，
主要應該係而家嘅第2段啦。咁第3段我會略過，然之後可能會接返第4段啦。呢條路線我哋見到嘅第一個港島徑嘅牌啦 ，H15啊，薄扶林2號配水庫，1977年。咁港島徑咧就會喺呢度轉上去嘅，喺呢度上。其實呢段樓梯咧就挨住左邊咧，就係頭先經過嘅配水庫啦。咁如果我哋回頭望咧，係可以睇翻太平山上邊嘅2個主要高嘅山峰啊。右手邊睇到呢個就係太平山，或者即係扯旗山啦。Victoria Peak 就係指呢個啦。咁另外呢個咧就西高山嚟嘅。好多時咧，我哋行呢啲斜路咧，因為都有少少吃力咧，就忘記咗咧我哋身後邊嗰啲風景嘅。所以耐唔中咧，趁休息嘅時候咧，回頭望一望，就唔好錯過咧嗰啲風景啦。差唔多啦，繼續跟呢個港島徑方向行。經過頭先嗰啲健身設施之後咧，上攀一小段，而家咧就會下降翻落去嘅。繼續跟港島徑行啦，轉左。時有上落，不過幅度唔大嘅。咁呢段路咧，可以講就風景欠奉㗎啦，就喺個樹林嗰度行。不過咧，勝在就樹蔭指數夠高啊！天熱嘅時候，好似今日咁啦，其實都幾熱嘅嚇，而且咧都已經踏入咗夏天㗎啦。夏天行山咧，盡量我哋都揾啲樹蔭指數高啲嘅路線。又再升上去啊！有上有落啊！呢段路，直至到嚟到一個樓梯口，旁邊有緊急求救電話，有一段好長嘅樓梯。由樓梯開始咧，數到上嚟咧，有山友數咗943級。我哋係唔會走到最底嘅。經過88級位置，88級位置之後，再落少少，咁我哋就會經過 H22號牌嘅。咁港島徑咧係會喺呢個位置就轉咗左㗎啦。繼續落就去華富村，望嘅係鴨脷洲啊、石排灣、香港仔一帶。咁如果大家想影呢一帶嘅風景咧，呢個位置咧應該係最佳位置嚟㗎啦。啱啱個轉彎位，前邊就冇乜樹擋你嘅視線，幾開揚。咁嗰個咧就香港仔嗰個墳場啦，嗰個高起嘅山就係南朗山，喺呢個山嘅後邊咧，其實就海洋公園嚟嘅。呢段樓梯咧9曲13彎，轉咗幾個彎之後咧，就見翻呢個港島徑嗰個 logo 啊。咁我哋會喺呢度走落去嘅。咁呢段樓梯咧就好斜㗎啦。
我覺得佢欠咗一個方向牌喺呢度啦。呢支木樁咧欠咗個方向牌，其實一落咗嚟係轉咗嘅，繼續就去香港仔個方向嘅，所以應該轉咗。呢段屬於香港仔水塘嘅西引水道，幾涼爽，有啲風。原來落去田灣村嘅。跟住會經過一條咧頗為高嘅一個石橋啊，跨過一個較為闊、較為大嘅溪澗嘅。咁呢個溪澗咧，好似就係叫做薑花澗。過咗石橋之後，再走冇幾遠咧，其實就係港島徑第3段。港島徑第3段咧，就會喺呢個欄杆呢個位咧，就會轉咗上去嘅，就係貝璐道。咁我就唔會走入去啦，我會繼續沿呢個引水道走。咁嚟到呢度咧，走咗5.6公里啦，個半鐘頭多啲啦。咁呢度唔走落去啊，我會繼續貼住引水道走嘅。咁呢條咧就香港仔水塘道，咁呢度落翻香港仔嘅，去香港仔水塘咧，咁啊繼續沿呢個引水道走。呢度就見到堤壩啦，咁呢個堤壩係上水塘堤壩，嗰個係班納山，嗰個係金馬崙山。咁我就會喺呢個方向咧轉落去。頭先就喺嗰邊過嚟嘅呢個引水道，嚟到呢一度咧就走咗7.7公里啊！個引水道一路維持120米海拔，2個鐘頭啦。走冇幾遠啫，已經嚟到上水塘嗰個堤壩啦。咁啊，呢度有啲水務署嘅工程，應該係一陣間就會沿呢條小路落去下水塘。咁而家咧，我過一過呢個上水塘，影翻1-2個 shot。應該係1931-32年之間落成呢度啦。香港仔上水塘嘅水掣房，據講係仿照呢個文藝復興時期嘅建設。如果唔打算走落去下水塘咧，過咗呢個堤壩繼續行咧，可以接返港島徑第4段。好，咁我而家咧離開呢個堤壩，出返去頭先入嚟嘅嗰個位置，就落去下水塘，沿旁邊呢個小徑落去下水塘。唔好錯過呢一個低炒返上去嗰個上水塘堤壩嗰個嘅景色。跟住挨住一條大水管，旁邊一棵好大嘅樹。哇！幾多健身設施，好涼爽啊！咁呢度係做掌上壓嘅。好快咧就望到下水塘嘅堤壩同埋上面嗰條橋啦。咁個啟用儀式咧就1931年12月15日啦，港督貝璐主持。
頭先我哋有經過貝路道啦，就係以當時嘅港督貝路嚟到命名嘅。咁呢個下水塘呢，原來係大成紙廠擁有嘅，1890年興建，就最後呢，就政府收購咗呢個水塘，重建，1932年竣工。據講好似話咧，當年香港政府係用幾十萬，好似大約50萬就買起咗呢個水塘啊。咁當然啦，當時嘅50萬係唔少嘅數目啦，已經啊。嗱，呢個方向繼續去呢，就一撤退路線嚟嘅。如果夠皮呢，就可以喺呢度落返香港仔。而家望到呢個係班納山。再過呢，出返嚟嗰個就金馬崙山啦。堤壩嘅盡處呢，就進入香港仔自然教育徑，總共係9公里啦，走咗下。咁呢個第一個路口呢，就唔走返上去住，呢度會上返去個上水塘嗰度嘅。都係繼續直去啊！嚟到一個觀景台啦。咁一望出去嗰條呢，就係鴨脷洲嗰條橋啦。出邊就鴨脷洲啦。咁呢度有條路呢，就係個下引水道嚟嘅。咁可以去到黃竹坑，走呢條路都得嘅。不過一陣間呢，其實一樣都係要上返去嘅。咁我就喺呢度上。咁呢條路就返去上水塘啦。咁我會繼續行呢邊，行呢邊呢，其實我係會接返金夫人祠馬徑嘅。好長嘅石級啊，會經過一個大波板。嗰邊呢就會返去上水塘嘅。我就繼續走呢個金夫人徑，呢邊走啦。呢個大波板旁邊有條路呢，就上班納山嘅。我睇下風景先。鴨脷洲大橋啊，嗰邊係望到南丫島有個3支煙通啊，下低香港仔嗰個配水庫，見到下水塘嗰條堤壩。好，繼續向前。跟住呢條路呢，可以講係班納山嘅一條環山徑，繞住班納山嘅山腰嚟行咧。我嘅左手邊呢，就係班納山，而家打橫咁樣繞住個山腰過。喺我嘅右手邊呢，就係香港仔黃竹坑嘅風景。啲回憶又返嚟啦。上次同阿葉 Sir 上班納山呢，嗰度啊，最後就係沿呢條路落嚟㗎，斜到飛起啊！呢條路啊，要坐低個身落㗎啦。咁落到嚟就接返呢條環山徑。嗱，迎面見到嗰個呢係金馬崙山，再過嗰個呢，個頂嗰度有啲建築物嘅電信發射站，嗰個係聶過信山。嗱，呢度石級轉返上去就去返上水塘嘅。咁我繼續向前行呢，係會去中峽或者南豐道。咁冇耐呢，呢度有啲石級呢就落返去嘅。咁落返去呢，呢一條呢其實就係香港仔嗰個上引水道。呢度聽到啲人聲啦，上邊呢其實就係喺香港仔上水塘走返出嚟，接返呢就港島徑第4段嘅。喺前邊就會同港島徑第4段匯合，就喺呢度呢匯合返，呢度就係港島徑第4段走落嚟，繼續向呢個方向走咯。金夫人祠馬徑，走緊呢段都係引水道，呢段呢係屬於東引水道。有太陽，不過好在而家呢都有啲風吹埋嚟，都幾舒服嘅嚇。我哋又再接返港島徑嘅牌啦。要轉咗上去啊！
到一個交接位啦。呢個金夫人徑繼續行呢，就應該係咁樣走嘅。咁港島徑呢，就會喺呢度上，兩條路線呢，都可以去到黃泥涌峽嘅。今日呢，走返港島徑喺呢度上。行一段石級上嚟呢，就接車路。呢個電塔斬低咗喎，應該有啲工程啦。以前係好高嘅，沿呢個中峽道呢段斜路呢，就彎嚟彎去啊，彎彎曲曲咁嘅。港島徑第4段嘅呢一段中峽道路段咧，幾蝦人行嘅嚇。如果初初走咧，有個感覺好似走亦都走唔完咁樣嘅。你走多幾次，你自己心裏有數，你就唔驚佢噶啦。同埋你會識得點樣分配你嘅體力，唔好一開始就衝啦，保持平穩嘅步速，不緩不疾咁樣。一路升上去，幸好呢段路呢都有唔少嘅植樹。咁我哋跟住呢，繼續呢個港島徑嘅方向呢，轉去右邊。咁呢個方向繼續去呢，可以去灣仔峽嗰度嘅。咁嗰度有巴士，15號巴士咧落返去中環。仍然要走一段唔短嘅路程，先至會接返呢個布力徑嘅嚇。中峽觀景台，好風景啊！走咗上嚟港島徑呢度行啦，比起喺金夫人徑嘅另一個優點就係呢度有風景帶。金夫人徑呢，一路沿住引水道行呢，其實就冇乜風景嘅，就比較沉悶啲咯。有利有弊啦，呢段路就頭先嗰個中峽道嗰段斜路，唔行慣斜路會覺得幾辛苦嘅。跟住我就會繼續向嗰個方向走嘅。而家走緊呢段呢，可以咁講係圍住金馬崙山個山腰咁樣走過去。見到個天啊，條路出返布力徑啊！呢度就係中峽啦。上次呢，我拍過一條片就三馬連走啊，金馬崙山就喺呢度落嚟嘅。落返嚟呢，接返呢度布力徑。呢個方向會去返灣仔峽嘅。咁我要去黃泥涌峽呢，就呢個方向走。好，繼續沿布力徑行。如果剛才一路沿金夫人徑行呢，就會喺呢個方向咁樣行過嚟嘅。咁大家見到都係上斜嘅，所以呢，始終都有一定嘅攀升嚇。咁而家呢，我哋會繼續行呢個方向過去啦。咁我喺呢度過咗去先，要去埋今次路線嘅最後一個水塘，沿呢條路一路上就得㗎啦。大潭水塘道興建於1899年，係繼薄扶林水塘、大潭水塘之後呢，第3個最具歷史嘅水務建築。咁後來呢，1986年呢，呢個黃泥涌水塘呢，就停止原來運作，成為本港首個蛙艇公園啊，開放俾市民公眾參觀嘅。
所以而家咧呢個水塘已經唔再供水㗎啦。到咗黃泥涌水塘。1899年，我嘅路線呢就記錄到嚟呢度為止，總共走咗15.7公里，4小時29分。唔係好難行嘅行山路線啦嚇，主要係港島徑第2段同埋第4段，咁希望大家鍾意，下回再見啦，拜拜。咁我而家咧就係上去上邊嗰個公廁嗰度梳洗一下先。黃泥涌水塘花園。好，咁而家就沿大潭水塘道落返去，落返嚟呢一度就係過對面嗰個巴士站。下回再見啦，拜拜。